过来是口语表达题。口语表达的题型，我们要根据题目的音档还有文字指示，用全客语回答问题。开始作答时，音档会提示抢回答。回答的时间有20秒，请充分利用你的时间作答。如果你只是照题目的文字念，就不算分数。这里的策略是要判断问题的关键，接着确定题目的要求，比如是对谁说，要求你要讲什么，或者是要讲几样。回答时，我们要延伸合理的关键情境，人和事都要包含。这类型的题目非常挑战各位的词汇量，所以平常就要累积足够的词汇。再提醒大家，我们的客语初级认证的教材不要只看题库，还有一本客语初级认证的词汇，这一本也很重要哦。我们来练习一下。看到的，一下啲证数，请同先生讲出至少3种枕头。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先来判断问题的关键。关键就是你很懂，我们要确定题目的要求要对谁说。好，这里是要对先生，也就是医生，你要对医生说。另外，题目还有一个要求是要讲几样，我们可以看到要讲出至少3种枕头，所以至少要讲3种。你可以超过3种，也可以多讲。但是千万不要超过20秒的时间限制。这一题我们需要延伸合理的关键情境，这个情境就是啲证数同先生讲，所以你可以这样回答：先生，我头脑痛，见流鼻水，还有发烧，可能看到的。